我哋嘅兒童詩班咧長大咗啦，咁所以咧今日開始咧就冇兒童詩班，換過嚟咧有一班咧好美妙嘅唱出美妙音樂嘅一班嘅詩班，咁佢哋咧就叫做欣然嚇，要發音好清楚嚇，欣然詩班。今日咧佢同樣咧都好願意咧係唱出美妙嘅詩歌，咁佢有一首詩歌叫做《像美妙詩歌》，讓我哋嘅生命咧好似一首詩歌，讓人去聽，讓人去欣賞。咁我將時間交俾詩班。是我的生命，像美妙詩歌，時常發出十字架寶貴訊息。救主我願意，像美妙詩歌，常發妙音不論日子順或夜。有耶穌在我心，一切都必和諧。他能使最憂傷心靈得安泰。救主我願意，像美妙詩歌，時常發出十字架寶貴訊息。有耶穌在我心，一切都必和諧。他能使最憂傷心靈得安泰。救主我願意，像美妙詩歌，時常發出十